要表达业务的诚意，所补偿聘礼。哦，人敢若愈来愈多哦，啊，无咱入来厝来讲哦。哦，好啊好啊好啊，行。 代志我拢查清楚啊！进前我的误会，念慈甲伊生活暧昧，迄拢是因为经理场的对手看到江总裁把 T1 格斗赛办了很成功，所以一时别空写，在谭医生伊记者会顶悬放鸦片时阵，趁机会来创空，害我误会伊曾甲念慈。 啊，海念慈受到真大的伤害。阿伯，是嘞。阿姨，是嘞。念慈，是嘞。总算是真相大白啦！啊，若无讲念慈哦。 敢若真正是下到第四件哦，有苦都无地讲。业务啊，等下代志拢解释清楚啊，你也莫阁跪啊，起来。多谢阿伯。搞过好。业务啊，啊你来我业务起来啦。你真正安尼对两位查某囝，你到底是该当做啥？ 你准讲你来遮贵的，花一个室内，讲一切拢是误会，安尼所有的代志，就拢全归水无负担。实在是有够自私，有够可恶的。你来遮贵的，花一个室内，讲一切拢是误会，安尼所有的代志，就拢全归水无负担。 实在是有够自私，有够可恶的。是嘞，我知影是我无应该误会念慈，我知影这一切是我家己做得来。你即马要拍我，要骂我，我都无会通讲。话是你讲的。 既然一切拢是你引起的，那安尼，我拍你是拄好尔啦。严红啊，爱将来哦嘛是咱的竞赛，你着莫有生活无民主啊啦。来遮忏悔，讲要甲念慈结婚，安尼就有甘。我若是想到，我的查某囝为伊受了遮尔济委屈，遮尔济无聊，我都悔，我拍伊嘛是应该的。 莫阁拍啦，严蒙啊！啊，当时要来讲结婚的代志，这是喜事，你就莫阁生气啊啦！莫生气啊！来，我起来。其实讲，嘛是对我叫一晨去办这 T1 的格斗赛开始引起的啦。啊，顶边因两个咧订婚的时阵，业务也无传什么聘礼啦，啊，业务的厝诶嘛无什么许大人吼。 啊，即摆这个机会吼，我阁叫医生倒转来继续上班。不来就是你甲业务的婚礼，我一定要甲恁办甲正圆满。啊，我要来进，咱就来替念慈甲业务办婚礼。恁大家讲好就好，我无意见啦。是，一礼拜以后就是念慈甲业务的结婚典礼哦。啊，对，我甲婚纱公司
多谢江总裁。只要念慈欢喜快乐的，遐歹快真相到这为止，绝对会当互念慈知。这么来景相片哦，嘛一定起标出赞的，咱是偌富的甲婚纱店啊，我过得来。执行长，抓对面的好念慈，快点要来相片。愿拢藏在心肝顶，坎坷的人生。